2026年2月6日，3位受白內障困擾的香港長者，在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順利完成免費復明手術，成為重見光明百人公益行動的第3批受益者。喺香港咧，你排期咧係排幾年嘅？好多買都唔排啦，去私家做啦。都排咗好多年啦，起碼都成7年到啦。睇報紙一定唔得啦，嗰陣時睇唔到啦，要戴眼鏡、老花眼鏡先睇到啦。最明顯就係行樓梯，好多時候就自己踏空啊。本次公益手術由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院長鐘敬祥教授親自主刀完成，以專業醫技為長者點亮清晰視界。截至2026年2月，該行動已成功幫助近20名香港長者擺脫白內障困擾，重拾光明與美好生活。如果我未做白內障之前，我望嘢咧，我係有嘢遮住嘅，即係好似有一隻隱形嘅手或者一啲嘢咁遮住喺嗰個眼冇嘅，即係睇你永遠都係個圈裏邊一定有嘢㗎啦。咁而家係做完真係冇咗㗎啦。換咗個晶片介視度，同埋一隻眼咧白色，一隻眼黃黃地，嗰隻未做嗰隻就黃黃地。地方又乾淨又盛，服務都好好，服務都好好㗎呢度而家。重見光明百人公益計劃由大環區醫療專業發展協會主辦，預疾同行基金會有限公司、上海普瑞公益基金會聯合主辦，普瑞眼科醫院集團提供全程全力支持，專為100名經濟困難、急需手術治療的香港白內障患者提供全額手術資助，以公益之力為長者點亮光明希望。未來，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將持續深耕公益醫療領域，以專業力量守護眼健康，也願攜手社會各界，將這份光明善意不斷傳遞，長久延續。